现在一到生活的环境，我靠的是 Google Maps 找路。不过伫台南却发现有7个行政区要找地址，却无路名，只有家里的名，甚至2个地址号码无一定就是隔壁户，冒这些民众找拢无。对此议员陈碧玉伫中日顺的表示，根据统计，台南竟然有后壁大内定7个行政区无路名，而且无路名的数量阁占全国各县市第一。需要求市府民政局进行户籍简便，改善民怨。台南市各户政事务所道路命名及门牌整编作业要点，这里面有一个道路，如果要给居民一个道路命名的话，必须要有取得道路两旁涉及住户户长1/5连数嘛，哈。大个户建事务所提出，然后呢，还要两旁涉及的2/3以上的，对啊，书面同意，然后才能够变更命名。这部分我拜托里长啊，佮区公所共同落去到鼓舞啦。啊，你这大部分都里长，一般我袂骗你，想讲特区迄个里长啦吼，伊讲无爱当地人反对，我无爱去变更咯。煞早伊煞早无要支持你，啊，所以历史上即个也是讲里长有支持的部分啦吼，阮。做原意随来变。除了地址无路名困扰，议员徛伫新市区长远的发展，嘛积极争取由公墓所改造而成的白莲雾生态公园，要求这片3.8公顷的精华地段爱活化，规划新的区政中心、嘉义活动中心等建设，而且兼顾白莲雾的保育，对明年的开始做，渴望一档地档完成。对此，市长吴美婷嘛答应会尽速编列预算来规划。台南新闻，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。